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享嘅 Steph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全城會睇一個2座嘅 B 室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531尺。咁一開始同大家望咗個景觀先，咁主要景觀咧就望翻自己嘅內園景啦，望到少少泳池景。咁2座望出去咧，其實啱啱好望正1座同8座中間嗰個罅位啦，所以望出去咧見到好遠嘅個景觀都望到啲山景咁啦，都幾舒服嘅。露台位置啦，攞嚟曬嘢都係唔錯啦。客飯廳相當分明四正，咁啊基本上呢個位置做客廳啦，擺3座位梳化喺前面，加個大嘅掛牆電視，咁啊啲位置都綽綽有餘嘅。另一邊可以做一個飯廳嘅位置，咁啊加啲見到業主有個書台啦，跟住有啲儲物櫃，再前面有個鞋櫃。咁前面近門口呢個鞋櫃位呢，其實1至3座先做到呢個空間感嘅啫。廚房位置啦。咁啊，業主佢再加多少少嘅吊櫃啊，同埋啲櫥櫃咁樣啦。咁啊，成個空間感好大嘅。嚟到走廊位置，首先我哋望咗左手邊單位嘅浴室先。咁啊，基本上原裝設計冇咩點大改動嘅。咁啊，都係浴缸設計啦。細房。咁啊，細房咧其實都擺得落4尺床同埋衣櫃嘅。咁啊，見到其實都仲有啲位啦，張床可以再延伸出嚟，個櫃亦都可以再放大啲嘅。景觀咧其實就廳房同向，大家都係望住個內園景。再入到去主人房，基本上都大致上係咁樣擺法為主嘅。我見到好多業主或者住戶都係咁樣。呢個位置又做櫃，中間又擺床，可以做3邊落床。咁然之後咧，再出去咧有個1至3座先有嘅工作平台啦，咁可以做少少嘅儲物空間，或者種下盆栽啊，或者一個透氣嘅位置啦，採光度都可以大大增加嘅。